公子，我家小姐满意可有？托起，我唯有太定可，何来嘅小定可？哎呀，真都好，小姐忙家你忙托，不宜两人结公婆，不得公子你想一下。哎呀，哪能得老小姐结为连理？此乃三生有幸。不过，小生既然离下，才人嘅弱点做事，强强小姐听爱，不过艰苦嘅日嘞。对呀，你就唔是小，你的要点做事，小姐咩精通艺术，你两人但系结为夫妻，就做得开店卖药做生意呀。今爱应当转去并讲啊，几张错。忙爱咋？先人不宜创业，今日申请了后，张大新娘转去见伢几老几床，唔就好哩？啊！今日申请，今爱就忙要准备聘礼，安尼敢做的？做地做地，哪讲骗你嘛？你也记仔就可以听清，送好嘅骗你。今日就可以两时今日，本日两人万分拜堂。爱拜堂嘅衫裤全都让你准备好嘞，日日落去，日日落去。太爱准备起来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幸福家大并蒂莲。江南平呀春意海，烟涛艳阳不嫌。闲空我一番。一拜见听，小姐，你会拜呀？拜呀！你拜过堂，夫妻对拜，送你同房。小看圣人太明幻，沉沦三思赤诚谈，苦海回头尽是岸，同村之体有灵山。蒙了以来分组法医，
麻烦顺业，见地拍苏镇老戏汉文，结为夫妻，开店卖药，我不免前途以汉文，后红拍上，反面明以前一查封，事情如何？师父，弟子见过喜汉文，也冇到太平一担。今日就该引他前来见我啊！我有对他言说，本夜是系金山寺观音菩萨开光之期，请喜施主到寺中来送香。喜汉文本爱前来，没想到帕素贞身边有一个强杀来阻挡，说他神托无言，后讲系你就是给法海亲自到来，也是不能前去，你讲不该，也是不能前去呀。我到吧。东南福天，桂林县哪？铁用拍山，难引那天，难以两重啊！骊山烟哪？宋师傅，言。一道江南，土瓦几仙呐！相爱发文，只有生发艰苦，好歹娘子相处，夫妻同心协力，在此开店，老人大卖，已经6点生意安好，娘子又有人财神，我应当好好牢记分忧，唔好本其安乐落张嘿。阿弥陀佛，内面可有人才？黑马萨，师傅抢了，施主抢了，施主就是一干人么？张黑抢我老师傅。平头发海，原来是法会师傅，想必是法言来的。我已经有见过檀香一弹嘞，平头今日唔系花言而来，莫不是来看病的。假期已经休息，请师傅能日将来。且慢，切莫讲通准夫人。平头今日系爱来老施主你看病来的，看病，我无病啊。施主，我看你天庭反腐，分明本有无所产，用功无病。有无在那位？就在施主，你也该身边。好师傅，你讲笑嘞？施主，说平风春年，一起拍手阵，在前面杀妖斗边。我此乃是贤德之人，用功是杀妖所变。老师傅
你讲出此话就听无理嘞。一个人平头第二，天性善良，张为亲神，下山指点义你，你那正面不误，以后天会被他受害。爱真唔相信，既然系爱害爱，为何要对爱暗好呢？哎，施主吧。就爱这大名，背负你那，他本天那年，带上那心那，都是天那爱呀，爱你呀命啊，天毛后把灰，太保林啊，以爱将你送命，得时间一到，天爱将你插身刀不。已经佢无日无夜老人看病，我何来本其寿命？老师傅啊，我是为呀人，本要真情难。师傅此法太年轻，你胡言乱语失规矩。一个人看你面面一沉，多讲无用，得太短用假借。你看他都说的别向梦境，等他言行一见，短用就话后话，看本那面啊，阿弥陀佛。动用就后，看风你。师傅，今日发开师傅言，我们难忘多意见。罢了，今日就是短用假借，那是我似唔是要，私下又何妨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个人飞到嘞，娘子，风采巅峰之中，老朋友强好佳节，记得按眼一来，抬见娘子吉比向风酒。唔过啊，我老娘子每日强作食饭，强不想离，偏偏今日你身体无爽快，我如何放心得下？个人为其身体欠满，不能饮酒，就像个人太为其老记定说车。诶，此骨头五日节，天气热，独行不安宁。来，适当的向风约酒落去，应该会较好点诶。个人为其有言猜说，食材不能饮酒，既比谈酒，又有何妨？酒
世界爱难言苦长，在山偏爱见朝堂。我本当不应归老庄。又恐怕夫妻情意伤。呀！看其心中有所理，娘扮天地地不义，是不顺言可是真，雄风六度来试探疑。来，娘子抢救。我父所定，也要放娘子抢救。看见玉镜，心中姑娘啊！贫素真乃救真神光啊！一笔玉镜，表演不妨啊！娘子真是好酒量，来，再见一笔。祝你爱夫妻恩爱百年。爱百年，真是无机无才，拍头多咯。天到老。无神不成理，来，再见一笔。娘子，你可有要紧啊？要紧，爱妇女经常休息，要紧，爱妇女经常休息。莫要紧。娘子，娘子，哎呀，法海对我言讲，我此乃是千年杀妖所变，那是眼下雄风玉照，就会变出现形。上娘子太爱恩情似海，乃为迄妖怪，全系其法海胡言乱语。上爱将其干的意思太罪，这爱如何是好？这爱如何是好？我不如辞了香酒桶，老其继酒就是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是地位香酒桶落去，应该会较好地位。娘子，娘子。
只想来，迄个人